根據着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的建議，理想的結婚甲生育的年齡是25到35歲。另外一方面，內政部的統計資料，全台灣結婚的年齡層有超過70%，在26到40歲之間。此刻的台灣有真濟已經未少回單身者，為什麼無願意嫁娶，寧可選擇一個人過後半世人呢？帶你深入了解。當我們給我們自己時間之後，我們會發現，我們會更想讓自己成長。這個年齡要結婚，考慮的點真的太多了，就是當個知心的朋友。台灣社會也包括現在國際間許多國家的單身者越來越多，我們從各種統計數字上看到的都是。老雖然老，大家都說婆姐你年紀那麼大，為什麼你都要跟這些年輕的演員混在一起？差沒幾個生肖。掌聲響起，演員華麗登台，就我的戲劇俱樂部，觀眾一個甜甜甜，甲朋友約來看脫秀練翠花放鬆心情。這是真濟獨身仔人士日常的休閒。依照2025年全國婚姻狀況的統計，全台40到70歲總共有1800萬人，其中要3成的人是無結婚，也是離婚，也是廣泛的獨身仔人口。這個不知火火姐嘛是其中之一。我一直都單身啊，你是說有沒有交男朋友或者是什麼？是不是？哦，有認識朋友這樣子，但是單身的話，就是哇很久了，真的很久。上班，上什麼班？電腦都沒拿，上什麼班？哦。超過60歲的火姐，在2019年的時藝人辭掉科技業高薪的工作，投入對伊來講完全無經驗，也無真有興趣的表演藝術中。雖然無另外一半的陪伴，伊的生活悠閒多彩多姿。這個甲少年的戲劇演員交流，想脫口秀內容的日子，人生的步調雖然比演過較慢，也毋過更較創新。覺得我已經演得很好了，但是實在很累，因為我愛的事情太多了。那如果你愛的事情你都去做的時候，你做着做着，你就會產生開心的事情，然後產生自信跟快樂。這個時候你就是跟你自己在一起，就不會一直去怨嘆，或者是說為什麼都沒有另外一半。2024年婦女生活狀況的調查結果顯示，16到64歲獨身仔離婚也是死翁的女性佔一半。這其中又有43.3%的婦女表示講無結婚再婚的意願，嘛無希望講有固定的伴侶。這個年齡要結婚，考慮的點真的太多了，財產、遺產。對方有小孩，可能會覺得，哎，這個人是不是來跟我搶遺產的？等等的考量點太多了，而且，越是年紀越大，我覺得你的這個習性、你生活的習慣等等，越是難說為了另一半去配合啊。那與其這樣，又何必呢？就是當個知心的朋友。婚姻若是兩個人代志，更加愛考慮到雙方的家庭甲未來生活的藍圖。在過去家庭動態調查中，獨身的男女未婚的原因，無拄到想要結婚的對象，真享受即擺生活，分別佔前2名。這好傳像嘛顯示，現代人毋但對揀對象的標準提升，對個人生活的重視嘛對咧提懸。台灣有些家庭，他會希望男生要傳宗接代，要不要結婚這件事情上，我們還是會有一些社會比較多的壓力是給男性。30到50之間的女生，她們遇到的單身者的女生遇到的壓力，可能是說，好了，那如果你有在婚姻狀況裡，你最好要生小孩；如果你不要的，你沒有的話，那你要不要趕快去有婚姻狀況？好，或者是說你要不要去凍卵？持續變遷的社會價值，和獨身的選擇豆豆被看到，也不對着這類族群的刻板印象，敢有消除啊？
會有一種歧視，他是不是很難搞？他是不是因為個性啊或者什麼，以至於他50歲以上了還是單身？好，那他是不是比較難相處？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熟齡單身，事實上是有一種認為人要有伴侶才是完美的這種迷思。另外一項統計顯示，甲2019年比較起來，2025年全台一人一戶的比例已經大量升懸到40.5%，顯示台灣家戶的結構中獨居族群的比例愈來愈懸。有會獨身過一生，無的確會讓人聯想到無依無靠，甚至孤獨致死。此刻強基主體正豆豆拍拍，大家對獨身的人無依無靠、孤孤單單的傳統印象。Hello， 歡迎，鞋子脫這邊就好了。你們鞋子怎麼這麼多啊？我們室友很多啊，我們這邊可以租到28個，我們這邊總共149平，所以大家會有越來越多鞋子這樣子，我們的室友都住蠻久的。共居主體是一種現代都市新的居住形態，強調個人隱私，嘛重視公共空間的共享。家的組成定義，從此不再只有法律上的血緣關係。然後目前是有大概60左右的室友。我們的租客有大部分是單身，然後有一部分是有伴侶的，但是伴侶可能不用住在一起。然后有很少的部分是我們租客是跟伴侶，因為住在這邊很久了，然後有跟伴侶一起住進來這樣子。下班做伙三飲一個，周末做伙出去佚佗，一群人不再只是帶做伙關係，會當共同成長，也是居住目標之一。我希望大家在這裡是有家的感覺，然後所以我一直都有經營大家其實每個人的社群啊，或者是交友關係，然後讓大家可以在這個空間更緊密。然後在這邊其實包括大家上班啊、上學遇到問題，然後其實都可以在家裡跟大家分享。我覺得這邊的緊密程度，在對於某些家庭來講是勝過於家人的，因為大家其實關係上面是非常純粹的。然後我也希望把這個空間跟這樣子大家居住的舒服程度傳播給其他人。哪一部啊？但是他後來有一部叫《姐妹》，但是他後來就是到另外一個電影，不管心情好還是心情不好的時候，回家就是可以有人聽你說。心情真的很差，你就是去房間就可以享受一個人的時光，就是不會有人打擾你，因為通常我們進房間就不會有人打擾。但是如果你想要找人喝一杯，其實我們這裡有室友也愛喝酒。對，然後我就會找他喝，有點像家人的那種感覺了。就是雖然沒有血緣，但是就是你住久了會產生感情，然後你在外面吃到好吃的東西，也會想要幫他們帶一些回來分。對，就是有點像你會對家人做的那些事情。我們都可以成為他的這個重要的社會網絡嘛，我們也都可以讓他成為不是單身的那一個人，因為我們就是他的那一條線可以牽出來連到我們啊。中年獨身是人生的一項選擇，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再自我設限，嘛無願意被戀愛還是婚姻關係束縛，因人生的下半場才正要開始。2023年，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把孤獨列為全球健康甲公衛危機，而且成立着社會關係委員會，共同研究着對策。英國甲日本更加設立着孤獨大臣，要來解決着國民心理健康甲社會孤立等等的問題。而在超高齡社會台灣，半老老單身的議題嘛開始受到關切。到底孤身是不是就等於孤單？孤身一個人，閣要安怎來建立着人際連結甲親密的關係？繼續來看。教室內底學員隨着強烈的音樂聲展開有節奏的跳動，你唔通當作講跳街舞是少年人的專利，這是一節專門提供予社會人的實能課程。其實我們就是從小朋友、兒童，然後跟一般，然後跟熟齡這樣。以我的狀況，我大概有3個熟齡班，每一個熟齡班大概都差不多20來個。來，注意哦，下轉
到左腳後面。實齡家母課程提供學員固定運動休閒的機會，開拓社交空間，豐富人際關係。1、2、獨生仔的 Megan 父母已經有4檔啊，伊佇舞蹈教室結交袂少知己的好朋友，上課就做伙練習，下課了後就做伙食飯，袂輸嘛找回學生時代的青春活力。就是社交人際關係上面，因為這邊有個熟齡班嘛，那熟齡班你就會遇到很多同樣年紀的人，那我們有同樣的就是同樣共同的回憶吧，就是小時候吃什麼玩什麼去哪裡，然後前陣子我們還在講到什麼唱片行啊，大家都去哪個唱片行，可現在可能年輕人早不知道什麼叫唱片了，就是會有很多的話題可以聊。2025年，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社會關係委員會報告指出，全世界差不多1/6的人受到孤單感的影響，如果每點鐘差不多100個人因為孤單感所引起的身體疾病來死亡，當年有超過87萬人因此來無命。相對社會連結較緊密的民眾，會當因此促進精神健康，並且預防傷早死亡的風險。單身的定義其實是以法律上有沒有婚姻關係來定義，只要你不在法律上的婚姻關係裡的所有人都是單身者，但事實上並不是嘛，好，然後那個所謂的單身，就是說，如果我今天事實上是有不在法律框架下的親密關係，或者是我有一群穩定的，就是說親密關係的定義也不見得只有愛情嘛，對不對？可能是有友情，可能是有同學的情誼，或者是你有同樣喜好打球的情誼，同樣喜好爬山的情誼，這都可以是一種親密的互動。人際關係還有很多啊，有親情，有朋友，然後還有家人。然後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同事，我要怎麼跟他們對待他們，或是什麼？開始會有更多的時間，我可以去學東西，比如說學街舞是一件事情。當我們給我們自己時間之後，我們會發現更想讓自己成長。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跟大家一起跳舞，他會處於一個還是在跟人交際的這個狀況，而不會就是說，有時候可能退休了，那你可能跟人接觸就變少這件事情。我覺得這個可以讓他跟人與人之間的這個交際可以持續。畫出迷人的妝髮，換真水的表演服裝，適齡獨生仔的花姐佇舞台頂閃亮登場。對於脫口秀的熱愛是現階段的重心，是人生的目標，也是生活品質提升的關鍵。從小就有個夢想，想要當喜劇演員，但是在那個年代沒有這個機會，也沒有這個勇氣。人生很短，而且我雖然看着這些年輕人，我一方面覺得很替他們擔心走喜劇這條路，但一方面我又覺得很羨慕，所以我就決定，好，離職，我來試試看。我真心以為說我離職以後一定有很多脫口秀工作找我，結果都沒有，你知道嗎？都沒有。將人生經驗用笑話方式表現出來，家己歡喜，別人嘛快樂。或者坦然面對生活所帶來艱酸苦澀，就算有時嘛因為無順心，想要有人來陪伴，這個時陣家庭就變成伊的重要支持。遇到這個事業上面的困難，多少都會想到說啊，要是有一個人可以依靠一下，是不是會比較好？我單身很久了，媽媽跟妹妹跟我一起住，所以家人也給我很大的資助。台灣社會也包括現在國際間許多國家，單身者越來越多。我們從各種統計數字上看到的都是，那我覺得國家要想一下，今天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公民，那照道理我們從出生到死，國家都應該照顧我們，所以我們不應該有這個孤獨到老的焦慮。你必須要自己做一個開心的人，你才有辦法有那個底氣，有那個力量，繼續發光發熱走下去。單身的有家庭的，我覺得就是走出來，然後真的可以遇到很多好朋友的時候，會發現整個世界是豁然開朗的。
工作、朋友、甲親人，攏會當是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伙伴。愛家己擁有充實的生活，適能獨身的人生下半場，同款精彩袂孤單。